用的是咩門？祝大家平安，在阿輩度學健康快樂呀！今朝我睇呢個葡萄印呢啲，用的是咪50嚟，可以嚟啲料，要ăn多葡萄呀，葡萄含到晒ăn多了呀，呢下個mang要打結先，呢個甜絲嘅，都很看到要從呢樣嘢要打要從呢樣要看到嗎？咪用的是咪？葡萄豐豐，青色也要ăn多，青色看冇咪知呢？còn我葡萄我都想我一個經節在約翰福音第15第5節樣講到，耶穌講我就是葡萄樹，切家都撒對葡萄卡，葡萄卡都係特飲到葡萄樹，像啲葡萄大枝嘅卡。佢達到係音樂嘅葡萄樹，葡萄嘅條大樹係冇音樂嘅佢條大枝一樣自家嘅人生喺度世間呢啲在上帝嘅方面自家到葡萄卡，耶穌到葡萄樹，或者是個音門耶穌自家條大枝但係因為到喺要傳福音有人直接係講到係愛葡萄樹，你葡萄卡，係嚟晒黑吹壓力度，而先飲門耶穌飲門嘅，即刻打出按到字，因為到在耶穌外邊，即刻冇本事做咪所以一葡萄卡冇飲到嘅個樹，佢唔有打字過了嚟晒黑齊在耶穌嘅方面。唔會定 L 出去，係個冇喺齊喺耶穌嘅方面嘅 L 出去意思咧，葡萄卡冇飲門葡萄樹都走卡結果都應該燒嘅卡都係定燒hết那係燒做垃圾像即刻冇飲門耶穌即刻燒了屬於嘅葡萄卡走卡。都本人燒到嚟，拿出嚟燒hết，係咪燒hết即刻都本日世界嘅天空燒hết本地都人講嘅每時燒hết但係呢不是講冇飲門呢個葡萄樹，馬嘅法律咪人嗰度即刻，咪到即刻係心情唔好，即刻平安定燒hết，即係快樂定燒hết，即刻嘅歡喜定燒hết，因為講冇飲門葡萄樹，係有飲門葡萄樹，即刻熱天唔會走卡，即刻打嘅字打得平安嘅字要在自家心中，快樂嘅字要在自家嘅心中，歡喜嘅字要在自家嘅心中。個了自家要忍耐嘅字，要原諒人嘅字，個了自家要祝福人嘅字，要係忠心嘅字，隆重和和嘅字，撇強打出，在自家裏邊係講自家飲門嘅葡萄樹，即係講飲門耶穌，熱天自家打到將嘅字，有啲世間可以苦中，世間可以變現，經濟可以變現，樣樣條路線不可以變現，但係自家飲門嘅葡萄卡，自家熱天要平安嘅字，要快樂嘅字，喺禱告不隆重兄弟姊妹要聽了福音嘅，你飲門主耶穌，你熱天大要平安字，大要快樂字，大要歡喜嘅字，就耶穌基督嘅名嘅感恩嘅禱告，哈利路亞，阿門。